哎，我都第一次鋪這種單子。關鍵是就是綁八字。那邊都是拿那個彈力繃帶綁。但是你要先把這種普通的要學會，彈力繃帶是高级貨的。稍微压一下，说明他对这個初中的一些操作啊，可能會有一些疑問。你來這一次，好吧？人生總要來第一次的。垂直啊，垂直，不要切得太深。它這個神經就在這層膜下面，那我們來夾着脂肪，就把脂肪切開。第一次用電刀用這麼久。這根血管處理完，後面就基本上就沒什麼事兒。拉到這裡，然後再翻過來。試一下。先2個手绷直，然後再交叉過來。对。松掉，然後再打结，单手打结。別扯斷了啊！哎呦，我不行，脫了，扯掉了。你看那個王老師怎麼操作？你先把它扯直。這兩個一定要配合，然後翻過來，方便他去操作。等打完结之後，起了之後，你再慢慢的鬆開，慢慢鬆開。打结都是原位打结，都要把它提出來打。這個線永遠它是鬆的，不要這樣去扯，一扯它就斷了。接膜狀啊，按這上，這時候，按着這個接上的，你要拉一下，有的没看緊的話會飄出去。這個黃色東西，這是病變組織，你感受一下吧。對，然後手扶穩啊，會攪到別的東西了，這個有點危險。你可以抓下面，抓這裡都沒關係。抓緊，對，來，我再打水。先別伸進去了，你先感受一下。對，這樣子，慢慢的把邊緣稍微磨一點點。這個洞往兩邊稍微磨大一點。這台手術從切皮到皮下分離，到切肌肉層，到分離到那個骨頭內層，全部都是在上級指導下我自己做的。這是我第一次做這些東西。不要縫那麼寬，然後不要縫那麼深，你就縫那個筋膜就可以了。特別是這個地方要注意，特別要縫廣，知道吧？我在鼓山連刀子線都沒碰過，第一次縫刀子線。肺動作有點多，減少這個肺動作。我就希望以後這種機會能夠多一點，然後可以多學習一點知識。